这关来看新北市社区团保联的消息，因为这个消息引起全台湾的关心。疫情指挥官陈时中伫讲解案例时，将确诊者因的住址拢讲出来，引起讨论。陈时中昨是讲，为了要分清楚这个住户之间的关联，唔是详细地址免想遐济。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认为讲，公布这个资料要有同理心。民进党的立委是讲，陈时中迄一天公布的地址是错误唔对的，这个卫福部的处长李丽芬嘛当场回信的。新北市中和社区的团保联公寓的门卡口随有封锁线，附近的住户门嘛拢关咧。这条团保联继续增加确诊者，指挥中心嘛伫记者会公布公寓的资讯，引起讨论。整个里面什么街，我们并没有讲到那样的，我们只是讲它直接从下面让大家容易来辨识它的一个的相关性。所以我们要给我们的确诊者多一点空间。既然确诊了，我想我们站在同理心，用包容、关怀支持他，希望能够走过疫情。不过，新北社区的团保联这3天都已经增加超过10例确诊，让中和人心惊惊。民进党的立委江永昌阁加码讲，指挥中心地址讲唔对啊，哪一巷、哪一弄、哪一号第几层，结果还讲错。确实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，我们有那个地址是那个号码是有错误的哈。那这个部分我们感到非常抱歉。对啊，我好担心哦，要跟他乱讲嘛，我好怕，弄不敢出来。我娘叫我不敢出来，我80多岁也不敢出来。听的是从这边出去，转到后面。在那边，我打过预防针3针了。指挥中心要引起民众警戒，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公布资讯。不过，这个界线恐惊也是爱好好存在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